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用喜乐的心一起来经历我们的神。平安如我心。
坚定，在我身旁，你是否能平息？主啊，是的，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今天晚上，求你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主啊，你要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房，迎接你进到我们的心当中，来带领我们的生命。就是来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可以听见主来对我们说话。我们一起从头来唱。安静，让平安入我心，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。风浪让我灵更坚定，在我身旁，你是风浪平息。安静，让平安入我心，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。风浪让我灵更坚定，在我身旁，你是风浪平息。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，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满盼望。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，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满盼望。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在这里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你说主啊，我心里有很多的焦虑，我心里有好多我不知道我该如何是好的事。主啊，在这个时候，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，主啊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停下脚步，安静我们的心，因为主啊，有主你同在，主啊，你的应许就要成就，风浪就要平息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每一个人开口同声为自己来祷告，让主来亲自来对你来说话，主啊，来让主来提醒你停下脚步，去聆听主的声音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上帝是的主，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啊，在我的心中，在我的世界，在我的主的手中，提醒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，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满盼望。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，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满盼望。我一生要敬拜，
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满盼望。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是你最害怕的事情？谁是你最害怕的人？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大的恐惧？我记得2个礼拜前，家军在我们教会的家军跟我分享说：“牧师，你还记得有一次你为我祷告？”我说我忘记了。他说呢，我从小就很怕狗，然后那次你就为我祷告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不怕狗喽。我现在呢，可以跟小只的狗在一起，不会害怕。狗可能对有人来讲这么可爱，怎么有什么好怕的？但是呢，每一个人害怕的事情都不一样。你心中的害怕，不代表你一生需要害怕。在这个时候，牧师要邀请你来做一个祷告，把你心中害怕的，不管是人，不管是事，不管是东西，好不好？跟上帝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，求上帝帮助你挪去你心中的这个害怕。如果你害怕数学，求上帝挪去你心中对数学的害怕。如果你很害怕的是你的爸爸妈妈，很害怕的是你的将来前途，如果你很害怕的是你对你自己没有信心，把这个害怕的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，让上帝来帮助你，帮助我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胜过害怕，胜过恐惧。好吧，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，把你心中的一个具体的事情，害怕的事情，你对明天可能恐惧，你对未来，你对自己，你对人生，你对你的专业，你对你的学业课业，你对你的家庭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害怕，让上帝来帮助你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让主耶稣来帮助你挪去你心中的害怕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一起开口为自己的害怕来祷告。当牧师数到3的时候，你就勇敢的开口，求上帝来帮助你。1、2、3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害怕、恐惧、担忧带到主的面前来。主啊，因为你知道我们心中的软弱，主啊，因为你知道我们心中的惧怕，主啊，你知道，主啊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主啊，我们给自己设下了许多的限制，许多的拦阻，主啊，但是在主里面，耶稣说，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，你要使我们得安息。主啊，我们有主在我们的船上，我们并不害怕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每位弟兄的生命当中与他同在，主啊，与他并肩同行。主啊，求你用你的手来扶持我们的弟兄，扶持我们的姐妹，主啊，扶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主啊，帮助他勇敢胜过他心中他眼前的巨人，无论是大卫眼前的歌利亚，主啊，是那高墙，是那耶利哥城，主啊，求你亲自来挪开，求你亲自来除去。主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耶利哥城要倒下；奉主耶稣的名，那歌利亚要倒下；奉主耶稣的名，我们生命当中的惧怕、害怕要挪去。耶稣，我们要靠你得胜，要靠你得胜，把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交托在主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主亲自来带领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，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。举起我们的手，一起来敬拜。我传盼望，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更坚定地说，我不害怕，我仍用你的心灵，用你的真实来敬拜耶稣，敬拜这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有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并不害怕。留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
们盼望，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我们拍掌，把最大的荣耀来归给我们的主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拍掌，把荣耀归给耶稣。哈利路亚！弟兄姐妹，请坐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。今天的圣经一样是哪一卷书呢？出埃及记。从今年2024年，我们有机会可以来读出埃及记。而牧师呢的最重要的任务呢，就是要帮助大家出埃及。好，跟你旁边这些弟兄姐妹说，我们一定要出埃及。出什么埃及呢？出这个出埃及记的埃及。好，因为呢，出埃及记呢，实在对我们来说，好进去很容易，但是要出来呢很辛苦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要出埃及，就从这一卷书《出埃及记》开始啊。那我们一起要读今天的经文，是《出埃及记》的第31章，12节到18节。好，那我们请弟兄念双数节，姐妹念单数节，好，就是蓝色、红色。好，请弟兄请。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，以为圣日。凡干犯这日的，必要把他治死；凡在这日做工的，必从民中剪除。故此，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。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，因为6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，第7日便安息。好，18节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，就把2块法版交给他，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。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好，你知道上帝颁布完10诫，然后10诫完之后呢，从20章好到现在这里31章，这么长的一个篇幅，通通在几块的石板上面呢？好，这一节2块哦，好，你可以想象那2块石板有多大块呢？好，我们也不知道多大块，但以摩西一个80岁的老人来讲，他要去到山上，然后呢，山上听完上帝说这一句话呢，上帝把这些话写下来。上帝用什么头写的？用手指头写。好，你有没有用手指头写过字？好，如果你用手指头去写出埃及记，抄1章或是抄1节看看，看它有多大的篇幅啊！好，所以呢，有的人说啊，这么长一段呢，从20章到31章呢，好，大概只能够写得下10诫，10诫之后的呢，好，大概就写不下了。好，但无论如何呢，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读到出埃及记，上帝这么完整的交代，好，其实呢，我们要感谢摩西，而这也是好，上帝跟以色列人建立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、一个契约、一个开始。而出埃及记好读到这边。在上个礼拜的时候，好，牧师跟大家分享，好，我们是上帝对以色列人是如鹰将他们背负在翅膀上面。这一群人，好，他们出埃及，像是小老鹰在鸟巢里面的舒适圈，嗷嗷待哺。可是呢，上帝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，带来归我，而且让这一群小老鹰知道，他们有新的身份。这个身份有3个，好，第一个叫做属神的子民，第2个叫做祭司的国度，第3个叫做神圣的国民。
上帝要这一群在埃及当奴隶习惯的人，让他们知道说，你们不再是埃及的子民，是奴隶，你们是属神的子民。你们在埃及不再做奴隶的工作，你们要出埃及，成为祭司的国度，而你们不再成为人家看为卑贱，被人家呼唤，不再被人家差使来使用的这些没有身份的贱奴，而是你们要成为神圣的国民，不再侍奉东侍奉西，一下拜尼罗河的河神，一下拜太阳神，一下拜月亮女神，一下拜这个，一下拜这个。你们是要成为神圣的国民，而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找到自我的定位，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生在这个世代当中，他们知道为什么上帝把他们要带离开埃及，因为他们有一个新的目标，新的方向。过去这个礼拜，牧师去到台中，有机会在台中遇到世谦牧师，所以呢就跟世谦牧师说啊，有时间我们一起吃个晚餐。吃晚餐的时候呢，我就很兴奋的跟世谦牧师分享说啊，世谦啊，我觉得你很棒。好，过去呢在迦南教会的周六礼拜，把这些年轻人呢带得很好。好，因为我有机会来这边周六礼拜几次之后呢，我发现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呢，好，迦南教会的年轻人呢，好，已经非常的成熟，也非常的稳定。好，在服事上面呢，好，真的是要好好的鼓励肯定啊。好，世谦牧师也很高兴。好，那他也分享，好，他现在和游牧师、刘牧师，好，到青埔去开拓教会。好，那也是正在开始当中。好，是一个不容易的阶段。好，不过刚刚开始3个礼拜。好，但是呢，无论如何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，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，我们都是祭司的国度，我们都是神圣的国民。虽然可能过去一段时间，大家很习惯在同一个教会，在同一个时间，在同一个地点一起做同一件事情，但是呢，现在可能在不同的地点、不同的时间做不同的事情，但是有没有改变我们一样的身份？永远不会改变。好，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，永远不会改变。所以不用担心，好，人多人少。有谁来，有谁没来，有谁在，有谁不在，只要你明白我们的身份都是属神的子民，祭司的国度，神圣的国民，我们都在往同样的目标一起前进。阿们。今天牧师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出埃及记，上帝颁布完这么一篇的律法，从20章到31章这么长的篇幅，最后上帝交代的一个重点就是安息日。我们一起说安息日。很多人对安息日会有很多的问号，包括你看新约，很多人在耶稣安息日的时候，他做了什么，他没有做什么，他的学生做了什么，他的学生没有做什么，然后他们就来踢馆，就来找耶稣的麻烦。安息日，上帝设立安息日是要人享受沉浸，在这安息日当中得到祝福。可是在安息日当中呢，不管是那所有人，甚至有可能我们今天，对我们来讲，现在是不是安息日？现在绝对是安息日啊！好，以色列犹太人安息日是礼拜5太阳下山，好，因为他们是用太阳下山当做一天的开始，到礼拜6太阳下山，好，这是安息日，好，所以礼拜6呢，现在6点，所以犹太人的安息日刚刚结束，好，刚刚结束。在这安息日当中呢，犹太人他们真的什么都不做，所以如果你有跟犹太人生活，或是去过以色列，好，去过犹太人的社区，哇，他们在安息日呢什么都不能做，甚至他们安息日他们家里面，好，厨房要有2套的瓦斯炉，一套瓦斯炉，好，是这个平常在用的。一套呢是安息日在用的，他们坐电梯好不能够去按电梯，好，因为刚才我们读的任何的工都不能做，做违反的话就要处死，所以他们电梯呢就设计好，犹太人很聪明，好，他们呢总会钻到圣经的漏洞，所以他就把电梯到礼拜5太阳下山怎么样设定 timer，
礼拜五下山之后呢，电梯每一层楼都会停，所以呢，他去坐电梯，他就怎样？只要进去，他都没有按电梯哦，我没有做工哦，好，所以他坐电梯。但是万一很不幸，他家住在25楼呢，他就要从1楼开到25楼，每一层楼都开哦。但是犹太人，好，他们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但是他们不敢去违背上帝所交代的这个命令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命令是上帝跟人立约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。出埃及记讲到3件事情，帮大家复习一下。我怕大家呢念书太认真，好，所以呢就会把牧师讲过的话呢都忘记了。好，所以出埃及记的3个重点，第一个是，第二个是，第3个是。好，听起来好像上帝没有拯救，上帝没有立约，上帝没有同在啊。好，有精神一点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二个是，第3是，好，最后就是好，上帝从出埃及记对人的心意啊。上帝他要人明白，他是一位拯救的上帝；他要人明白，他是一位立约的上帝；他也要人明白，他是一直与人同在的上帝。所以耶稣他还没有出生以前，先知就预言他的名字要叫做以什么内利？以马内利，翻译出来叫做什么？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他让耶稣来，就是来提醒我们。上帝拯救我们，上帝跟我们立约，上帝也一直跟我们同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奴隶，因为我们是那个小老鹰嗷嗷待哺，因为我们是那个应景的偏离上帝的道、上帝的路的这些悖逆的子民。但是上帝要扭转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可以称义、成圣和得荣。好，我们说一次：称义、成圣、得荣。我希望趁着你们年轻的时候呢，把圣经的话好好的记在你的脑袋里面。好，当将来这些话呢，在将来你年纪大了，好，在将来你年长了，这些话都会成为你的帮助，会成为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你要记得，圣经就是要我们知道，我们是因着主耶稣跟上帝有和谐的关系，被称为义人。这个叫做称义，不是我自己说自己是好人，也不是你说我是好人，上帝看我是好的。所以因为你跟耶稣有这样的关系，不管你做这个礼拜，不管你昨天，不管你以前做了什么样的勾当，不管你以前做了什么样的行为，但是你可以因着耶稣称义，被上帝看作好。成圣是因着耶稣，你的生命可以脱俗，你的生命不再跟世俗世界的人一样，而是你能够成为圣洁，你可以活出一个祭司的国度。得荣更不得了了，得荣是你可以进入上帝的同在，得荣是你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。这是今天出埃及记会让我们看见的经文，而这一些圣经的话，就跟我们的身心灵是可以结合起来，是可以跟每一个人结合起来。透过我们的身体遵守十诫，透过我们的 mind 去熟悉、去读圣经当中的条例这些的话，透过我们的灵去敬拜上帝耶和华所造的会幕。这每一个部分都可以跟我们的生命连结起来，连结起来之后，就是一个属灵的生命，就是一个上帝要给他的子民、给他的祭司的国度、给他神圣国民一个美丽美好的蓝图啊！所以，当我们明白出埃及记这一卷书，不短，很长，但是它的重点是要我们称义、成圣，还能够得荣，是要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健壮、坚固的时候。当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每一字、每一句都要很小心的读，你都要很谨慎来读上帝的话。好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上帝的话每一字每一句都要很谨慎的读，上帝的话每一字每一句都要很谨慎的读。有人读圣经，
可能比那个小说还随便这边看一看看不下去了就随便翻一翻。但是呢，当有圣灵帮助你、带领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在圣经当中，就在这一页，你就会停下来。你可能会在这一段、这一句、这一节上帝的话当中，圣灵会带领你停下来，不要急，不要赶，好好的来思想上帝到底要对我说什么话。所以同样的，或许今天的时间不够，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出埃及记，我们快要出埃及了，其实已经真的是出埃及，他们已经来到西奈山了。上帝已经把这一群人带出来。上次讲到他们在山下，上帝跟他们说：“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，带你们来归我，使你们明白你们有新的3个身份。”之后，现在上帝要进行第2个部分，就是上帝的立约。前面是上帝的拯救，这么大的篇幅，上帝的立约。好，我们看出埃及记24章，出埃及记24章，上帝跟百姓立约的时候呢，这已经是摩西第3次去到了西奈，第2次下山，准备第3次要去到山上。而摩西下山，跟百姓把上帝的话从20章开始，好，这些十诫交代完一次呢，上帝好说这一切的命令写下来，摩西就在那边筑坛，就在那边献祭，就在那边宣告上帝的名。还记得上礼拜牧师说的吗？你是一个祭司，你去到任何地方，就是要像一个祭司一样筑坛，然后呢献祭。第3个呢，宣告，宣告就纪念，纪念就想起，纪念神的名，就会有上帝把祝福带到这个在那边筑坛献祭宣告的人身上，宣告人身上。而摩西呢，他就带领所有以色列百姓，就在这边筑坛献祭。甚至呢，还用牲畜，这些牲畜呢，都是跟着他们一起出埃及，走了一段很长的路，才来到这边。但是为了上帝的荣耀，他们甘愿把它献上，宰杀在上帝的面前。然后呢，摩西对百姓说：“这是立约的血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上帝按照这一切命令和你们立约的凭据啊。”所以上帝念了他的话，百姓听见了，听清楚了，听明白了，然后透过这样的血，跟上帝立约说：我们听到了，我们明白了，而且我们要遵守，我们要遵守。所以当他们完成第一次的立约，就是西乃之约。我们一起说西乃之约。这一次第一次的立约，好，是亚伯拉罕之约之后，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，所有的人集体群体和上帝一同的西奈山立约。立约完之后，同样这一段，他们就看见了以色列的上帝，在上帝的脚下仿佛有蓝宝石铺着道路，明镜如天。他又把手放在以色列的身上。他们这些领袖就是长老，就是这些民间的百姓代表，瞻仰神，又吃又喝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敬拜当中吃东西？没有。好，可能大部分都会说，在敬拜当中不能吃东西哦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聚会，请把东西放在外面，会有招待替你保管。敬拜完之后呢，出去的时候才带走就可以。可是，在这个西奈约的山下立约，洒血为证，他们的瞻仰就是敬拜，注视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荣美，然后吃什么东西？麦当劳、肯德基、汉堡王，吃刚才他们杀的动物、献的祭物，他们就在那边享用他们所带出来、所奉献的一切。在那边与神又吃又喝。其实在这边让我们看到，敬拜上帝不是只能够立正站好，敬拜上帝也不是只能够敬礼，只能够举手，只能够做一样的动作。敬拜上帝就是瞻仰神的荣美，进入神的同在。好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敬拜上帝就是瞻仰神的荣美，
敬拜上帝就是进入神的同在。进入神的同在，其实可以吃，可以喝，可以做，只要你跟上帝关系对了，做什么事情都对。你跟上帝的关系不对了，你做再对的事情也是错。当你跟上帝有好的关系，就像亚当有2个儿子，哥哥叫做什么隐，弟弟叫做什么伯，亚伯。该隐献的祭物，为什么上帝不喜悦？是因为他这个人上有问题，所以他献了土产，他献了肥美的羔羊，上帝不喜悦。亚伯献他种的一切的这个出产的东西，虽然不是豪华的羊肉，虽然不是豪华的牛排，很多人以为上帝喜欢素的，所以上帝接受亚伯。是因为亚伯这个人对了，所以他所献的东西，上帝就接受，上帝就收去。同样的，我们跟上帝的敬拜，你对了，你怎么敬拜都对；你人错了，你敬拜的再认真、再努力，你怎么敬拜还是错，还是错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但是立约完之后，好，其实24章后面呢，就是摩西要第3次去到山上。这次去到山上呢，有云彩把山都盖住，上帝的荣耀就停留在山上。摩西真的是进入到上帝的同在、上帝的荣耀当中，云彩足足遮盖了6天。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照片，密云、乌云、黑云，不是，是七彩的。是荣耀的，是荣耀的。然后呢，第7天还没有完，第7天之后，上帝从他的云彩荣耀当中呼叫摩西，摩西。然后呢，摩西就进去。然后进去的时候呢，是说上帝的荣耀在以色列人的眼前，形状像是会吞噬的火一样。好，那个就是很大，好，可能是火烧云。可能是那个满天都是布红色的，好，那个云层，好，然后非常的鲜红。然后摩西就进去那个好像血当中的山顶上，在那山上总共待了几天？40昼夜，就是40个白天，40个夜晚。好，要记得以色列人是从晚上开始算是1天的开始，好，所以他们是夜昼，好，先晚上再白天。好，我们都习惯昼夜，所以其实摩西在前面进去40天之前，他已经在那边7天，在那边7天，好，他又已经在那边3天，在那边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就大概是他们出埃及的第100天了。好，我们还记得他们来到西奈山下的时候，已经是出埃及的第50天，现在又过了50天，已经100天。这100天呢，在做什么？后面这50天，好，40天。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，好，这个出埃及记里面非常不容易读的7章，偏偏呢这7章呢还讲了2次，所以呢很多人读到这边的时候呢，25章的时候呢就直接放弃。为了用最简单的方式，好，希望连国小的小朋友都听得懂，所以呢我要让大家知道这7章到底在讲什么呢？刚才你读完24章。摩西进入西奈山40昼夜，接下来这40昼夜当中，上帝在告诉摩西要搭建一个移动式的会幕。好，我们说的是移动式会幕，里面包括25章的圣所，圣所里面有3样：约柜、供桌、灯台。26章帐幕，这个帐幕是用10层哦，好，所包起来的。27章讲到祭坛院子燃灯的条例，28章讲到祭司的圣服、以弗得、胸带、胸牌，29章讲到祭司的圣礼值，每天要献的祭，还有30章讲到香坛、赎命的礼物、铜盆、圣膏油、香的做法，最后31章讲到搭建会幕的祭工。还有要最后讲的要守安息日。好，为了让小学生可以理解，
所以你只要看红色的地方。25章讲到圣所的核心是3个核心，叫做约柜、供桌、灯台。约柜就是上帝的同在，是上帝的荣耀。供桌上面摆的叫做陈设饼，上面有7个陈设饼，是无酵的饼。这个饼代表是粮食，代表要吃进去，代表是上帝的话。灯台好是用点橄榄油要点灯的，那是象征着祷告。所以上帝的荣耀约柜配合着读经，配合着祷告，是3个核心。好，3个核心，这就是会幕当中的圣所。好，其实圣所又分为圣所和至圣所，而帐幕就是它的外在。27章就是它的内在，所以一个是外在的样式，一个是内在的生活。祭司讲到成为对的人，祭司的服装和他的职责讲到对的事情，你要成为对的人，做对的事情。30章讲到这个会所圣会幕的布置，讲到对的环境，对的人在对的环境做对的事情，就会带下上帝的荣耀。而最后31章讲到少数的人，就是比撒列和另外一个上帝给他的伙伴2个人，他们要完成这么多会幕的工作，因为上帝已经把所有的一切能力、技巧、智慧、谋略都给了比撒加和他的同伴，叫做我也不太认识他，他也不太认识我，但是呢，我想要把他的名字叫出来啊，所以让我来翻一下。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，好，我们说是比撒列、亚和利亚伯，一个是犹大支派的后裔，一个是但支派的后裔，这2个没有血缘亲戚的关系。10个支派当中，上帝要他们2个来做。刚才你看到这个图片，这么多的东西，其中会幕的外层，好，有一层叫做海狗皮。海狗要去哪里抓？河抓得到吗？山上找得到吗？当然是要去海边呐。好，现在这个千月在北加州，好，千月不在我们这边，今天那个千月的妹妹没有来哈。在北加州旧金山大桥下面呢，就有很多的海狗那个海豹。如果你要去抓海狗、海豹呢，你就要去到海边。问题是他们在西奈旷野。在那边，他们要去哪里抓呢？比撒列、亚和利亚伯，他们要去抓，还要扒他们的皮，好来做这个会幕。问题是海狗皮有没有透光？透不了光，好，因为海狗皮它一定是防水、防寒。那个海狗可以在那么冷的海边，泡在海里面，它都不会哀哀叫，会啊，它很会叫，好，可是它绝对不是冷在那边叫。它那个皮很厚，所以那个是不透光的，所以10层一包起来，整个会幕里面呢密不透光，甚至呢是可以透气的，但是不透光。问题是里面只有一个地方有灯，就是灯台。但是你灯台进入到圣所的后面至圣所的时候，里面是没有灯的，但是里面是看得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是有约柜，是有约柜。好，我不要讲太多，你只要记得移动式的会幕，在山上的40天，上帝教摩西，告诉摩西要怎么搭，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 size， 都有一个尺寸，都有一个规矩。好，什么要圆的，什么要直的，什么要方的，然后每一层，好，上帝都非常的清楚，有次序。当上帝把这一切交代完之后，最后，我们刚才读过，上帝就在西奈山对摩西说完这些话，从20章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就要把2块石板交给摩西。上帝亲自在西奈山写下他的诫命。所以呢，摩西领受完之后，30章、31章，他就下来转告以色列的百姓。好，这个31章就是后面要做的事情。
所以摩西怎么转告呢？说你们必须谨守上帝的安息日，这是永远的凭证。这一切呢，代表了上帝已经拣选了你们。这一切呢，代表了如果没有遵守，是会带来罚则的。这一切呢，代表上帝跟这些子民是有契约存在的。请问，讲到契约，你现在跟谁有契约？敏源有没有契约？跟公司有契约。好，这个契约当中呢，好，就是公司会保障，他会给你的薪水啊、福利啊、条件啊，但是你要跟公司保障，好，在这个契约当中，好，你就要做到，好，你要几点来，你要工作几个小时啊，好，你要在这边所做的事情都要遵守。双方没有遵守之后，好，这个契约好就不能够继续下去。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借着这个契约，所以这个契约，这个出埃及记上帝的话，代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延续下去啊？所以刚才这3件事情，就是上帝给人安息日很重要的交代，因为上帝说，你们要从安息日这件事情来维持跟上帝的契约啊。首先，安息日是调和身心灵啊。1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你们必须谨守我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你们跟我之间永远的凭证，表示我上主拣选了你们做我的子民啊。这个契约好，代表你只要守安息日。这安息日好，你不要做任何的事情。这安息日，你不用去任何的地方。这安息日，你不用流任何的汗，一滴汗，你只要守住安息日，你就跟上帝有关系，代表上帝拣选你做他的子民。有没有很简单？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实际上，好，如果你真的知道犹太人守安息日呢？其实是很不方便的。安息日不能滑手机，安息日不能开电脑，安息日不能开瓦斯，安息日不能开电视，安息日还不能看手表。好，但是犹太人已经全部让它自动化。好，到安息日那一天，电视自动打开，手表自动永远是亮着。好，电脑永远自动是开的。哦，没有，我没有去开它哦。好，其实也不用这么样的辛苦。安息日好，是上帝要让人调和身心灵，哪方面呢？身就是要你休息，你的身体几点休息？12点以前睡觉的人请举手。这么少，大家都是12点以后睡觉。12点以后睡觉，你的身体有没有在休息？有休息，可是呢，休息的时间很短。当你身体休息不够的时候呢，就是在消耗，所以你要让你的身体有足够的休息。上帝很 nice， 7天当中有1天是要人的身体不可做任何的工，不可以去上班，不可以出去工作，就算你当奴隶，那一天你也不可能去挑石头，就是要规定，你只要是属神的子民，在这一天当中，大家的身体都需要休息，让你的身体可以停下来。我们的安息日，身体有没有在休息？可能睡得更晚。好，我们的周休以前是周休1日，现在周休2日。好，平常呢很晚睡，到了周休2日呢更晚睡。好，因为所有周间不能做的事情，通通搬到安息日来做。所以我们平常呢没有办法出去玩的，安息日赶快出去玩。好，平常没有办法去运动的，赶快去运动。好，不是说安息日不能运动，不能出去玩，也不是，而是上帝设计了安息日，要让我们的身体休息，心要让我们的心是能够平息，灵才是要让我们的灵里面能够安息。心的平息代表心里面不要烦恼。有没有人1个礼拜都不会烦恼的？请勇敢的举起你的手来。当你举手之后呢，就开始烦恼了哦，还真的有人举手。
想知道谁举手吗？是我们的这个贝斯王子君毅他1个礼拜都不会烦恼。好，那这种人呢，一定晚上很好睡觉。但是有的人呢，很容易烦恼。好，今天要吃什么？烦恼。就算今天已经吃完晚餐了，等一下居然会要吃什么？开始烦恼。明天好做礼拜要穿什么？礼拜一上学了，好天气怎么样？好，敏媛今天有为穿什么鞋子烦恼吗？没有。你今天有 dress code 吗？今天没有。你们这么？他穿灰色的，然后呢还穿靴子，我跟你们讲好的，是特别喜欢很棒。但是有的人烦恼呢，是停不下来。你知道那个烦恼的人，是你要叫他停止烦恼，你叫他越不要烦恼，他就怎样？越烦恼给你看。你叫他不要紧张，他就越紧张给你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没有办法平息。安息日，上帝的设计是要我们在这当中停止我们的烦恼。这一天不要做任何事情，大家通通 freeze， 大家通通不要动，大家通通停下来，停下来。好，就算你没有念书，好，有念书，大家都停下来，好，让大家可以 recharge 充电。灵里面不要惧怕。停止惧怕，安息日是要上帝调和我们的身心灵。可是今天的安息日，大家身体继续忙碌，心里面继续烦恼，灵里面继续惧怕。不管你参加了周六礼拜，或是参加了主日礼拜，参加了台语礼拜，又参加了华语礼拜，身心灵没有休息，没有平息，没有安息。这就不是上帝所要的安息日。14节、1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你们必须谨守安息日，因为这日是圣日。凡不遵守这日，照旧工作的人，必须处死。你们有6日可工作，但第7日是严肃的休息日，是献给我的。凡在这日工作的人，必须处死。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，你有没有读到哪一个人是因为没有守安息日被打死的、被处死的？虽然没有写出人名，但是到耶稣那个时代，他们还是继续在安息日指指点点。可是呢，他们还没有下手到一个程度。耶稣的学生在安息日掐麦穗。所以好死呀，大家就把他拖出去，把他打死。没有，只是跑来客气的告诉耶稣说：“拉比，你的学生在安息日做了不可以做的事情。”后来更狠，有一些人要来试探耶稣，就问耶稣说：“在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？”还特别把那个手枯干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，拉比，你看该怎么办？耶稣说：“如果你的牛、你的驴在安息日那一天，太阳下山了，掉到坑里面了，太阳下山了，安息日开始了，你现在会赶快回家，还是会想办法把这只牛、这只驴把它拉上来？如果不把它拉上来，这只牛、这只驴可不可以活到安息日隔天太阳下山呢？为什么？晚上马上就来了，晚上狼就来了，晚上在旷野这些野兽就来了。到了隔天，你的牛、你的驴只剩下骨头在等你而已，所以一定会把它拉上来。所以耶稣就对那个手枯干的说：“把你的手伸出来。”那个人的手就伸出来就好了。然后耶稣就被控告他在安息日医病，他在安息日做工。安息日的战场就是像这样子。很多的人以为安息日应该要怎样怎样，绝对不可以怎样怎样，但是这是很多的人以为。我们要以为是上帝以为在安息日应该要怎样，我们有没有真的应该这样？上帝要的安息日是什么样子，我们应该要这样，而不是按照人的期待。安息日的战场也是身心灵的战场。
在身，好，就是我们的身体会偷懒。什么是偷懒呢？在安息日，我们可能会用来满足自己，没有满足上帝。好，在安息日，我们的心可能会偷跑。好，我们可能会想说，好，上帝要我们停下来，好，不要烦恼。可是，在安息日，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烦恼下个礼拜，在烦恼下一个月，在烦恼2025年，在烦恼将来。我们的心在偷跑，我们的灵呢，偷窃。偷窃什么呢？偷窃上帝的时间。上帝要我们把安息日分别出来归给他。我们的身体要休息，我们的心要平息，我们的灵要安息。可是呢，我们的身呢在偷懒，我们的心在偷跑，我们的灵在偷窃，一切都在偷。好像人看不到，但是上帝清楚的知道。凡6日当中不遵守的造就工作的，你就已经在这个战场上面，而且你出不来，打不完的仗。好，我们都不喜欢战争。好，选总统，好，战争牌最有效。好，只要这个总统选上了，马上飞弹就打来了。哇，台湾人马上吃这一套。好，不过呢，这次的选举，好，台湾人好不吃这一套。好，他们不用这个好来当做被用黑惊被人家恐吓长大的。但是安息日的战场，如果你没有让你的身休息，心平息，灵安息，你就永远在这个战场当中出不来。所以耶稣在安息日当中，他到任何地方，安息日他出去经过麦田，安息日他看到有需要人，随手就帮助他。在安息日有问题，有人带问题来问他，对耶稣来讲，他早就已经这不是他的战场。可是对很多人来讲，好，这却是他在那边杀得你死我活的地方。我们要明白，上帝讲了这么重的话，必须处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死？为什么不能活？因为他没有满足安息日的条件。安息日的条件在16、17节啊。好，这是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的翻译。好，请我们一起来读经。以色列人民要永远谨守这一日，作为立约的凭证。这是以色列人跟我之间永远的凭证，因为我上主在6日内创造了天地，在第7日停工。上帝第一天创造了，要有光就有光。请问太阳、月亮在第几天创造？在第4天创造。第5天，水分为上面的水、下面的水，还有陆地。第6天就在这个陆地上面啪啪啪啪啪，先从绿色的、树的，再来开始是地上走的、天空中飞的、海里游的。请问上帝6天的创造，最后造出来是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？6天的创造，第一个是光，最后创造出来的是谁？就是人。这个代表什么？上帝创造这个世界，创造完好之后，才把人放进来这个世界当中，代表这个世界是为人所造、为人所预备的。这个世界是上帝给人要去享受的。上帝创造这个世界，用了绞尽脑汁哦，好，不晓得有没有绞尽脑汁。可是呢，如果你去好好去看这个世界，它的分门别类，它的设计，它的创造，多么的精准啊！好，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去大有国中，好，去生命教育，好，每一课呢，每一学期一定会有一课，好，就是认识这个世界，认识这个地球。上帝创造这个地球的温度，平均温度是刚刚好。上帝让这个地球的倾斜有一个角度是刚刚好。上帝让这地球的速度是刚刚好，上帝让这地球好的人可以有一个适合生存的地方。在这么大的宇宙，好，光一个土星就不知道是地球的多少倍，
好几万个地球，可是呢，却只有地球这个刚刚好的地方适合人可以在这边居住，证明了上帝6天的创造，最后把人放进来。当人放进来之后，上帝做什么？人放进来地球之后，上帝做什么？第7天停止工作休息。如果按照犹太人，其实是第6天的太阳下山。第6天的太阳下山，就是人搞不好是在第6天的下午5点55分，好，然后呢，人就造出来。5分钟之后，太阳下山，上帝就歇了太切工，就停工休息，而且上帝看这一切都甚好。上帝第1天看这个是好，第2天看这个是好，第3天到完最后一天，上帝说看这一切是甚好。看完之后休息，上帝还做一件事情，他赐福给第7日，赐福在第7天，在第7天好是赐福受祝福的日子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你要永远记得今天牧师跟大家分享的安息日是上帝给人的礼物。好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安息日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。这个礼物包括我们的身心灵，是要我们世世代代永远传承啊。讲到这个呢，好，牧师今天下午花了很大的口水，很多的口水，很大的力气啊。好，但是牧师娘一直跟我，好，一直跟我叹气啊，不要再讲，不要再讲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每次想到就忍不住要讲，世世代代永远传承。怎么传承？上帝给你的安息，你要传承给谁？你要传承给你家的宠物吗？你会不会教你的宠物守安息日？好，这个小猫，好，跟小猫来，我们今天要做礼拜。好，跟你的小狗，我们今天好要去聚会。好，来哦，等一下乖哦，我们要聚会哦。长大以后你要乖乖的聚会哦。跟你家鱼缸的鱼说，来，今天安息日，好，我们通通都要安息哦，我们要一起读经祷告。世世代代永远传承，传给人，传给人。这个人，当然在圣经就是我们自己生的。好，当然我们也照着新约圣经，我们传福音给人，带领朋友，带领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来教会，也是世世代代永远传承。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周6礼拜是年轻人的聚会，好，还是要鼓励年轻人，你要成为父母，也要成为属灵的父母。好，跟你隔壁的鼓励一下，你要成为父母，也要成为属灵的父母。你要成为父母，要成为属灵的父母。如果不相信的话，跟我说一次：我要成为父母，我要成为属灵的父母。这个事情，上一次有人告诉你是什么时候？有没有人告诉你你要成为父母？有没有人告诉你你要成为属灵的父母？如果很久你已经想不起来，好，今天上帝要提醒你，不要忘记，这个是上帝创造你，在这个世界6天下午5点55分，整个都设计好之后，上帝把你放进来，在这个地方给你最大的任务，你要世世代代永远传承。如果只有你守住了，你没有完成上帝的托付，只有你自己守好安息日，然后呢，你的小孩、你的孙子、好，你的下一代，大家呢安息日东奔西跑，好，露营的露营，爬山的爬山，去吃饭的吃饭，睡大头觉的睡大头觉，你没有完成啊，你没有遵守啊上帝的交代。上帝不是只有要你做，要我做，还要我们的下一代、下下一代跟着我们一样，因为我们的上一代也是这样子做。所以问一下，你的上一代是基督徒的，请举手。好，大概1/3到一半，好，谢谢。因为你们的上一代他们有在做，
到你这一代，你知道你要做，但是问题是，那你的下一代会做吗？你的下一代，他就算你真的把他生下来了，他愿意跟你做吗？这是上帝给人的一个挑战。好，我不要再讲下去，再讲下去，等下就8点。好，但是呢，每次我讲到这个，我会很激动啊。好，所以如果牧师很激动的时候呢，好，请你见谅。好，因为呢，我觉得再不讲的话，台湾一年只有生13万个婴儿，一年只有生13万，但是一年堕胎多少了？你猜得到吗？好，你绝对猜不到。好，那个是几百万，堕胎绝对是几百万。不要说这几百万当中，只要留下来1/10，只要留下1/10，台湾哇，马上后继有人。偏偏大家都宁愿把这些小孩子像摩西一样，把他淹死，把他丢在尼罗河中，宁愿好让他随波逐流，就是没有人要把他摩西叫做什么？拉上来啊！没有人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啊！没有人要把这个孩子救起来啊！你学了再多的东西，你做了再多的服事，但是你没有完成上帝给人的托付啊！这要成为我们永远的约，刻在心板上。这个守安息日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你不用做什么事情，在安息日好好的身体休息，让你的心平息，让你的灵安息。你只要做到这件事情，你就一辈子就有上帝的记号，永远与你同在。安息日绝对不是做礼拜，而且那个做不是坐下来的坐。台语讲做礼拜，好，如果是这个做的话，就是坐礼拜，坐在遐礼拜。很多的人，很多的基督徒，一辈子有啊，我有拢在做礼拜，其实他是坐在那边礼拜。当他坐在那边礼拜的时候，身体睡觉，因为前一天看股票、看新闻、看电视，不知道看到几点了。来做礼拜的时候是在睡觉，很累，很累。然后呢，他的心很超烦，哇！明天呢，好，股市怎么样？明天的上课上班怎么样？明天报告作业怎么样？很烦，很超烦。然后呢，他的灵呢，根本对上帝的话一点兴趣都没有。牧师讲他的，圣经讲他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请问，安息日还是安息日吗？安息日，上帝要调和我们的身心灵。不是要你只有坐在这边，什么事情都不动，这不是安息日。安息日，上帝要我们好好的停下来。安息日也不是应付跟交差哦。好，我当过青年牧师，我很清楚，好，很多的人真的是被爸妈逼着好来做礼拜，因为我现在也在逼着我的小孩，你们今天好，不管怎样，你就是要给我去一个教会也好。就算好，你要看网络的、线上的，你要给我在那边乖乖的做好。为什么？好，因为当了爸妈，好，你没有办法。好，你自己也很忙啊，你自己安息日也有很多的事情啊。当牧师的安息日，哪个牧师安息日可以安息的？每个牧师安息日都比平常更忙了。好，你这个安息日根本就没有时间，好跟弟兄姐妹停下来。多聊天一句话，好，牧师要打电话给牧师啊，牧师现在准备讲章，很忙。然后等一下牧师讲到完之后，牧师今天很累了，牧师要休息，牧师很忙。每一个牧师都这样，那长老会多好，执事会多好。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安息日当中可以休息吗？每一个都是在打仗啊，每一个都在安息日当中，要么就应付这个，要么就应付那个，忙来忙去。真的可以跟上帝好好的坐下来，停下来，好好的听上帝要跟我们说的，越来越不难，越来越少，越来越不容易啊！安息日，法利赛人最会做的，就是到处在看，今天谁迟到？我们明明6点开始，你怎么6点5分才来？今天谁没有来？好，今天
谁没有服侍，今天好谁怎么样怎么样，每一次聚会都是在定罪别人，然后呢4根手指头指着自己的时候，好1根指头指着别人，4根手指头是对着自己。安息日是一个记号，安息日是我们跟上帝立的约，不要忘记，为了立这个约，摩西去到山上40昼夜，为了这个约，摩西好，他要80岁，他要好几进好几出，为了要帮助人跟上帝来立约。所以我要邀请大家好来思想，好，就是在安息日当中，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你今天来聚会，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？牧师的答案不一定是对的，牧师的答案不一定是最好的，但是你的答案如果是上帝给你的答案，对你的一生会有莫大的帮助。如果你能够找到安息日的意义，你能够明白今天出埃及记当中，上帝要我们在安息日当中，第一要紧的、最重要的，你能够明白，而且你这一辈子就愿意这样子跟上帝来立约，那牧师要恭喜你，你已经进入上帝的应许当中，你已经成为上帝的子民。而等一下小组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去分享小时候你怎么来做礼拜的。现在你的爸妈没有叫你来做礼拜，为什么你自己愿意来做礼拜？好，你可以去分享看看。但是更重要的，你要叫谁来做礼拜？你要传承给谁来做礼拜？这个是更重要的问题。可能对你来讲，现在最重要的问题，我要赶快找到一个工作，我要赶快毕业，我要赶快升学，我要赶快升迁，我要赶快买到台积电的股票，我要赶快我要投资多少的钱。但是在上帝给我们的心意当中，上帝要你扮演传承的角色，即便你很确定你不结婚，你很确定你不生小孩，但是你也不能够推脱上帝要我们传福音、传承给别人。所以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，在安息日这一场几千年的征战当中，每6天就开战，每6天就开战，再6天又开战。今天你在这边，下礼拜6你会在这边吗？6年后的礼拜6你会在这边吗？我每次来聚会的时候都很感动哦，因为总会勾起我的回忆。2007年我们正式开始周6礼拜，然后现在是2024年，17年呢，快要17年了。但是我们这些同工，在这17年当中，让这个安息日的战场没有输过，没有败过，没有阵亡过。我真的觉得这是上帝的工作，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，大家都很忙，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，可是我们要在这个安息日的征战当中，靠圣灵的帮助，让我们自己得胜，我们帮助旁边的人得胜，我们要帮助下一代也要得胜。你看得到的弟弟妹妹、小朋友们，帮助他们得胜，这是一个祝福，领受上帝祝福的事情。我要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在这个征战当中，从你自己祷告，让上帝帮助你。你的身体要休息，如果你还没有休息，你的身体还很疲倦的，为你的身体好好的来祷告。为什么你的身体这么样子的疲倦？为什么你的身体没有办法好好休息？为你心里面的烦恼来祷告。如果你心里面一直很多的思绪，很多的搅扰，你的心里面一直有很多的担忧，在安息日的当中，
把你的烦恼带到上帝的面前。耶稣说：“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不要忧虑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。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。你要先在安息日的当中停下来，停止你的劳累，停止你的忧虑，还有停止你的害怕。”一开始的时候，牧师已经跟大家一起祷告过了，把你最害怕的事情停下，就是祷告，就是祷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因为牧师每次一讲下去，觉得好像一个唠叨的老太婆，讲不完。但是呢，你的祷告比牧师的唠叨还有用。你只要祷告一句话，祷告3句话，比牧师在台上讲30分钟、讲3个小时还有用。你跟上帝祷告说：“上帝啊，帮助我守住安息日，帮助我在安息日的当中能够进入你的安息，帮助我能够在安息日的当中经历上帝你的同在。”勇敢的祷告，好，你开口来祷告，让上帝听见你的祷告，让上帝听见你的祷告。你的祷告胜过你的爸爸的祷告，胜过你妈妈的祷告，你的祷告胜过牧师的祷告，胜过长老对你的祷告。你自己跟上帝的祷告是最重要的，你自己跟上帝的祷告是最重要的。告诉上帝说：“上帝帮助我守住安息日，让我能够守安息日，能够在安息日当中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，在安息日当中能够来世世代代遵守这永远的约，用安息日成为我跟上帝之间永远的记号，永远的记号，永远的记号。”哈利路亚！是的，天父上帝，我们要把每一个孩子的祷告带到圣灵保惠师的面前。主啊，这是你借着摩西对以色列200万的百姓所说的话，也是借着摩西对所有属神的子民、祭司的国度、神圣的国民所说的话。要守安息日，这是永远的约，永远的凭据，永远的记号。上帝，你用6天创造，把人放在这个完美的创造当中，第7天安息。所以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件事情，是在上帝的安息当中。这是上帝创造人最重要的，就是要人享受上帝的安息。但是人忙个不停，世界忙个不停，以至于人不像人，世界不像世界，我们的生命失去上帝的荣耀，上帝的形象。今天晚上牧师要鼓励你，你是个人，你是上帝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，你是上帝眼中的瞳人，上帝看作宝贝的。上帝爱你，造你，把你放在世界，把你带到迦南教会。他不是只要你去做一位招待，不是要你做一位乐手，他不是要你做一位服侍者而已。上帝更期待要你进入他的安息，享受他的同在，进入他的荣耀当中。这是你最重要的事情。当我们把这个安息想得太幼稚，把这个安息想得太容易，我们把它拿来应付，把它拿来交差，把它拿来定罪、指责、控告弟兄、控告姐妹，忙个不停，忙个不停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求上帝帮助我们。最后，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念这3句话。第一，来，请念：守住安息，在这日调和工作，
让身体休息。第二，守住安息，在这日停止忧虑，让心思平息。第三，守住安息，在这日勇敢信靠，让灵命安息。身体要怎样？心思要怎样？灵命呢？要安息。盼望这是你一辈子跟上帝所立的约。当你立下这个约，你这一辈子必定蒙福，这辈子而已。但是你希望你的下一辈子世世代代永远蒙福，你就要教下去，就像以前的人教牧师教我一样。今天我也跟你们分享，我希望继续教下去，继续的教下去，继续的教下去，让人世世代代在安息日蒙福。我们一起用这首回应诗歌，好，邀请大家站立起来，让我们真的找到在安息日当中第一要紧的事情，找到在安息日当中真正上帝所喜悦的事情，找到在安息日当中上帝要给人的祝福，给人的礼物，不要错过了。1年才52次，10年不过520次，20年1040次。你一辈子能够敬拜上帝多少次？手指头算一定算得出来。每一次都是一个战场，每一次都很重要。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。陈汉，好，帮我们一下。再次安静，安静，让我安入我心，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。风浪让我灵更坚定，在我身旁，你是风浪平息，我不害怕。手来，勇敢来宣告盼望，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最后一次来宣告，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，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满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什么叫做一生要敬拜？就是一生要守住安息。
每6天，你就有一次机会操练守住安息的功课，把今天的信息消化带回去，让你的一生都蒙福。你不要只有你自己蒙福，你要使别人也蒙福，使你的后代也蒙福，使你的后代的后代也蒙福。今天生小孩绝对不是困难的事情，你只需要一个祷告，你只需要一个决定，告诉上帝说：上帝，我可以成为父母，我可以成为属灵的父母。只要你愿意勇敢的跟上帝祷告，上帝可以帮助你。很多的人，我记得欣荣，他一直想要生小孩，但是他也花了很多的钱，最后靠着祷告，现在他有第2个小孩，他的第2个小孩都已经很大了。当你愿意跟上帝祷告，眼前的困难不是困难，不管你的战场在哪里，不管你安息日的挑战在哪里，但是你只要祷告，上帝要与你同在。阿们。在你要坐下来以前，好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你只要祷告，上帝要永远与你跟你同在。你只要祷告，上帝要永远与你跟你同在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也是一种感动，出于甘心乐意，也是一种行动，为主圣工所用。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一起学习安息日的功课。我们将满心的感谢你。现在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、金钱与才能，作为圣工所用，愿主悦纳。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告圣祈求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再一次来赞美我们的神。什么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爱上把荣耀归给耶稣，哈利路亚。盼望我们每一个年轻人，每一天生命不再一样，每一天都是 Happy Day， 阿们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帮助、圣灵的感动，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使你们的身心灵，每到安息日必定守住安息，从今起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拍掌，把荣耀归给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请坐。嗨，大家好。平安，我是那个直直撞小组的小组长木轩，大家好。好，那现在是进入到我们的报告时间哈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报告就是去年就是本来是国中区的酷我高中的 Uni 跟大学的 OP 这3个小组，今年已经合并成一个小组，变成家亲小组喽。那家亲小组呢，在每周6的3点半到5点半，在隔壁的701教室有那个小组。那他们等一下也有小组啊，等一下也有小组的时间。对，7点半到8点也有小组的时间。那地点在这个大堂。那他们有 IG 对不对？对，那现在就是可以加一下他们的 IG， 他们有就是经营粉丝专页。那如果你没有扫过的，就请你扫一下。上面有东西哦，上面很丰富哦，而且常常更新哦。对，然后都加了哈，好 OK， 好，你可以回来了。好，哎呦，是这个吗？哦好，就。来，那个2月4号礼拜日，就是下礼拜日，就是会召开那个在新堂，就在这个地方召开和会。那就是如果你是涉及在本会的会友，什么叫涉及在本会的会友？就是如果你是在本会洗礼的，或是你有信仰告白，然后转籍到本会的，就转移到我们家人教会的，就是请你预备心，就是记得要出席。大家知道那个和会是做什么用的吗？对，你们不知道和会就是很重要，就是那个教会如果小会他开完会啊，然后就是他们有一些事情要再经过会友的决议，他们才可以去执行，或者教会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教会的会友，比如说有500人，那所以一定要到一半吧，对不对？就是要到250人，我们才会成会。所以呢，如果你那天如果你是我们的会友，那就是你没有来的话，那你又没有请假，那就是你就会算是缺席。那如果我们那天没有到250人，就比如说我们没有来到，没有到一半人的话，那个和会就没有办法成会，就没办法去执行，就没办法去决议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跟你隔壁的说，2月4号一定要来参加和会。对，没有来的话要请假哦。好 ，OK。来，接下来就是3月份，就是如果你就是3月份想要报名洗礼的人，请你2月18日之前就可以，就是请找我们的行政干事曼双来报名洗礼。那我们现在洗礼好像是16岁以上就可以报名了，对，所以就是请你，我们那个你已经满16岁以上的举手，好，你已经受洗的举手，对，你已经受洗的请放下，对。好，那就没有绕高的，我们归荣耀给神哦，感谢上帝哈。对，好，那如果你有认识的，就是16岁以上的，就是他想要让他3月洗的，就是可以请其他来报名。好，来，那等一下，那我们今天在当中好像有2位新朋友，对不对？在我们当中，对，一个是周心怡姐妹吗？来，我们欢迎她第一次来我们当中。来，第2位是我们的李英明弟兄吗？对，他后面那边，对，欢迎他来到我们当中。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很久没有出现的会友叶玲，对，他从台中来我们这边聚会，对，欢迎他回来。好，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小组时间，对，那我们家亲就在这边的聚会，那直直撞就在有那个亲子室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小组时间，那大家就是一起就是请安，然后之后就去小组，谢谢大家。